文喜，你阿妈娘查噶尔杰，因为未能与你相见，伤心的。泽瑟，你怎么还没有结婚吗？我从小和你定亲，谁也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有多深。再说，人人都怕你的护法神，没有人敢娶我，我哪里也去不了。你已经修道了，真是难得。现在房屋和土地怎么办？我未结婚成家，这全靠上师的大恩大德。就佛法而言，我可以为他好好的发愿，但是就世间法的方面来说，我要明白的告诉他，使他断绝了这个想法才行。哦，若能找到贝达，那房屋和土地给他，他如果死了，那就归你吧。你不要了吗？我不需要。别说这房屋和土地，就是拥有世上所有的财物，人死的时候还是要抛弃。所以现在抛弃，今生来世都可得到安乐。我的行径与常人都会相反。那么你与一切佛教徒都完全相反。那些人一开始心里就充满了世间的荣华富贵，所做的呢，只是几部经教文字，自己占了上风就欢喜，别人失败了就高兴。这种现世的想法把心胸填满了，只知道求财求名的佛教徒，只不过身上穿着黄衣服罢了。这些做法，我和他们是背道而驰的。除此以外的佛教徒，虽然在教程法门等外表上显示不同，若是没有上面所说的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差异，那么我和他们就是一致的。你外表的打扮比乞丐还难看，这样的佛教徒过去根本没有见过，这是什么大乘的打扮呢？这是一切乘中的最上乘，这叫为求即生成佛，让八法归风乘。我的打扮就是这个乘的打扮。要是可能的话，你也来修持佛法。若不能，就照我刚才说的去处理土地和房子。我不要你的土地和房屋，请给白打。我也要学佛法，但是像你这样，我做不到。我走了。现在口粮已经断了数日，只好下山去向牧民乞讨一点酥油和奶渣，向农民乞讨一点糌粑，来维持生活吧。您请喝茶。真是的，瞧瞧你，笨手笨脚的，哎，施主，请给我瑜伽士一些酥油和奶渣吧。施主，什么声音？去，施主，去看看去。是。施主，施主，请给我一些酥油和奶渣吧。是一个穿白色衣服的瑜伽士。瑜伽士，我去看看去。来。
施主，请给我一些吃的吧。文喜？难道是文喜？这不是姑母吗？你这个丧败祖德的败类，辱没亲朋的无赖，恼害地方的丧文星，你来干什么？今天我给你好吃的，我给你好吃的，我气死我了！我要放狗咬死他！这个丧文星，气死我了！咬他！哦，咬他！我打死他！哎呦，这个败类，我打死你！哎，姑母，你来干什么？你来干什么？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谁让你来的？你这个败类！파전전의 말을 잡란도다 냐마도 ngala 펑트르셔 정모도구 정철은 참아 마르교시 냥롱 코나랑 녜드마버 섬겨 두갈란도 기다님시 남지 마우수삼 녜라메 담거 곰랑네 카제메드 손도 오고체 장자는 저여 포냐ப்지 장거 못무 예스메주 우육배덕 바라 조덕 가비 제당알랑 와르 아르장 니노 라모 갑지나 저 아니 제당 마치바 접지간 소 롱모저 샴냥 납다 마르지 방지당 저버 셴제로这是主人给你的。文喜想，姑母那样对待自己，叔父一定知道，根本不能到他那边去。但是不知不觉却走到了叔父的门口。谁呀？施主啊，能给我一些吃的吗？你是谁呀？啊？你是文喜？你真的是文喜？你这个臭小子，你还敢回来？你为什么祸害乡里们？你就敢回来？你个臭小子，打死你！我打死你！叔父，我打死你！哎呀，乡亲们，快来呀！这个臭小子回来了，他就回来祸害乡里，快追他，给我打他，杀了他，绝不能放过他，打死他！